好，咁歡迎咁多位老友記啦，嚟到2026年6月嘅網上月會嘅。咁今次都係由我 Michael 啦、柳石啦，去到同大家講今個月嘅月會有咩老友記大事啦，同埋今個月有啲咩活動去到同大家分享嘅。好，咁第一件老友記大事咧，咁就係同大家好息息相關，就係醫管局會改電話號碼去到展示嘅。咁咧有鑑於咧醫管局咧有陣時會打俾咁多位老友記咧，依家網上騙案咧比較嚴重咧，咁所以咧有陣時老友記見到啲陌生嘅電話，例如3字頭啦，都好少會聽電話嘅。咁所以有鑑於此啦，可能會錯過咗好多醫管局打俾你嘅重要資訊啦。就似咧，醫管局咧依家咧就會開始用100、200細個數目字咧，去到做電話開頭噶啦。咁所以咧，見到但凡100、200打嚟俾你哋咧，都係屬於醫管局嘅電話嚟嘅。係啦，咁樣啦，由2026年嘅6月1號起啦，基督教嘅聯合醫院咧就係會100、200、532嘅。咁2026年6月5號啦，將軍澳醫院咧就會係100、200、535啦。咁2026年6月11號咧，靈實醫院咧都會改做100、200、537嘅。所以咁多位老友記要特別記得啦，逢親100、200打俾你哋嘅咧，全部都係醫管局嘅電話嚟嘅。咁所以咧，大家都要應該去聽醫管局咧有啲咩最新嘅資訊啦，去俾翻你哋老友記啦，可能係改覆診時間啦、改化驗嘅時間咧，都要特別清楚嘅。咁呢個就係今個月嘅老友記大事啦，主要係講醫管局嘅電話會改嘅。好，咁去到我哋活動同班組網上報名嘅指南啦。咁咧，大家都知道啦，我哋其實咧依家已經去用咗二維碼咧，係可以大家上網去到登記我哋嘅活動啦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就可以去到掃呢個二維碼咧，去到瀏覽我哋嘅網頁咧頁面咧，去到登記活動啦。如果大家掃完之後咧，見到嘅頁面咧，就應該係會咁嘅，有3個格啦，就有活動啦、推介啦、活動抽籤結果同活動及班組登記嘅。咁活動推介咧，我哋每個月嘅第一個星期一咧，即係月會推行開始嗰日咧，就會擺我哋最新嘅月會紙上去啦。咁活動抽籤結果咧，就會擺該月咧嗰個活動有啲咩抽籤成功嗰個結果咧，俾翻咁多位老友記參考嘅。咁第3個咧，活動及班組登記咧，就可以俾咁多位老友記咧，去到登記翻你心儀嘅活動同班組啦。好啦，咁活動及班組登記啦，如果你係見到有興趣嘅活動咧，就喺下面有個黃色咧，就叫做登記啦。咁入到去嘅界面咧，就會見到有你又要輸入自己嘅中文姓名啦，或者寫自己中文姓名啦，填你嘅8個字嘅聯絡電話啦，最好就係手機有 WhatsApp 收到啦，同埋填係咪大樓會員嘅。咁完成咗之後咧，咁就會我哋之後咧就會登記得到啦。之後你哋就會去到睇活動抽籤結果，睇成唔成功抽籤嘅。咁如果你成功抽籤咧，其實我哋都會盡快用 WhatsApp 去到通知翻你成功登記呢個活動啦，同抽中咗啦。咁如果要交錢嘅，咁就要嚟翻大樓帶同會員證嚟到交錢嘅。係啦，咁仲有其他嘅報名方法，就係可能可以過嚟接待處報名，或者打俾大樓揾翻嗰個同事去到報名啦。好，咁我哋同大家講下我哋今個月有啲咩活動啦。咁編號1至3同8號咧，咁就係6月1同6月4做登記期，咁6月4號就會開始抽籤噶啦。咁第一個活動就係老玩樂團啦，咁就有2日嘅，咁就6月9號同6月23號啦，上晝11點到12點啦，喺電腦室嘅，係免費嘅。呢個活動有8個名額啦，咁就係會由老玩樂團嘅義工啦去介紹大家玩一個叫瘋狂農場啦，咁一個簡單嘅易學易玩嘅遊戲嚟嘅。咁樣咧就好似聲音版嘅冚棉胎咁樣啦，咁就可以考驗大家對聲音嘅敏鋭度啦，同埋反應力嘅。咁有咩唔明咧，都可以去揾翻郭生嘅。好，咁第二個啦，咁因為老友記咧都好容易有跌倒嘅風險啦，咁我哋都鼓勵咧老友記咧去到做呢個防跌風險測試咧，咁就有2日6月11同埋6月22嘅，咁2點半到4點半啦，有20個名額啦，都係免費嘅。咁樣就短短5分鐘咧，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嘅平衡能力啦、下肢功能同埋個步態咧，係咪一個合格嘅老友記啦？咁如果係稍為要需要加強咧，咁就可能要訓練一下肌肉量啦。係啦，咁2節嘅內容一樣嘅，我哋都鼓勵大家每半年就查一次啦，所以只係參加1節咁就得㗎啦。好，咁呢個第3號活動都係6月11同6月22，時間都係2點半到4點半。咁呢個就係去健康管理測試，咁就係
我哋用一個比較先進嘅儀器啦，健康盒子叫 Smart Pulse 啦，咁就去量度自己嘅身體同埋精神同埋血管健康嘅狀況嘅。不過啦，呢個結果咧都係只俾大家做參考嘅啫。咁都鼓勵大家每3個月同半年啦進行一次測試啦。咁唔使兩節都參加，就係參加一節就好啦。如果有啲咩問題都可以去問專業嘅醫護人員嘅。好，咁8號活動啦，咁就係布袋球陪你玩啦，咁就係6月9、16、23同埋30，逢星期二2點半到4點，美善居即係飯堂嗰度嘅，就有12個名額啦，咁就會有義工教大家點樣去到玩呢個布袋球啦，去掟啦，去到拋啦，去到鬥分啦，咁如果有興趣都可以參加嘅。咁樣咧可以揀1日或者4節都嚟晒咧，都可以去到登記嘅。好，咁4號活動咁就係6月1號到9號登記期，咁就11點啦。好，咁呢個4號活動就遊遍18區，去3家村石礦場啦，咁就去大家去認識石礦場嘅歷史遺跡啦，同埋行一個戶外活動嘅。咁大家呢個係自費嘅活動嚟嘅，咁就係由義工會帶領大家點樣去行嘅。咁咧，我哋嘅日期咧就係6月16號星期2啦，集合時間咧就係上晝9點喺寶林地鐵站啦，解散咧就喺12點油塘地鐵站嗰度解散嘅。咁有10個名額啦，同埋收10蚊雞嘅。交通費咧都需要咁多位參加者自負，同埋要自己到嗰個集合地點嘅。咁都需要考慮翻自己嘅體能啦，咁樣嘅。咁有興趣可以去問郭生啦，呢個。好，咁5號活動咧，咁就係6月1號到24號11點嘅個登記期，咁6月24號都會去抽籤嘅。好，咁呢個就係0至1000萬退休有保障啦。咁有咁多位老友記，如果有興趣咧，去到對退休或者點樣去到理財咧有興趣咧，都可以去參加呢個活動啦。同埋咧，佢會介紹有唔同嘅社會資源啦，去到俾長者去到做申請啦，合唔合資格啦，同埋可以為自己打造一個理想嘅退休生活啦。咁佢都會分享唔同嘅個案，點樣去到有更加充足嘅錢使，等晚年咧係會可以更加充裕啲咁樣過嘅。咁咧就係6月24號星期3啦，9點3到10點半啦。咁就有30個會員嘅名額啦，就免費嘅，10個積福會員就要扣75時分嘅。咁記住啦，呢個講座資訊咧純屬係資訊分享，唔涉及投資建議嘅。咁有咩問題都係問翻我柳 Sir 啦。好，咁6至7號活動就5月4號到14號，6月4號做登記啦。好啦，咁呢一個咧就係健康講座啦，預防肌肉嘅流失啦，咁就由長者健康外展嗰分隊咧去做講者，咁就咧6月24號星期3嚟嘅，咁就由上晝10點啦到11點嘅，咁地點就喺美善居啦，有15個名額啦，免費嘅會員5個積福會員就扣60時分嘅。咁樣咧就會去到俾大家去到強化一下口部嘅肌肉啦，點樣防止可以吞嚥啊困難嘅成因嘅，同埋點樣有一個急救咧近親嘅人嘅方法嘅。咁有咩都可以問趙姑娘啦。好，咁7號活動咧就會員同樂日啦，咁就2026年嘅6月30號啦，咁就3點半到4點半啦，咁聚會室嘅，咁都係同大家玩下遊戲啦。如果同埋分享社區時事啦，咁如果嗰個月生日就會有神秘生日禮物一份啦，咁就係收10個人嘅就15蚊啦，咁就6月30號星期2下晝3點半到4點半嘅。係啦，咁9號活動啦，咁就由6月1號去到7月10號做登記嘅。好，咁9號活動咧就係奇力無窮啦，咁就係運動班嚟嘅，由8月4號同10月23號啦，下晝2點到3點啦，星期2同星期5啦，咁從上晝9點半到10點半聚會室嘅，咁就每個月會收120蚊12個會員名額啦，咁就係俾自己去到練體育嘅人士啦，同埋去根據翻個篩選結果去到做嘅，咁就避免肌肉流失同鍛鍊肌肉。呢個咧係由香港大學去到做訓練嘅，俾大家去教導啲義工去幫大家做訓練嘅。好，咁呢個新嘅活動就係以愛為本紀念花園參觀啦，咁就係2026年嘅7月10號星期5嚟嘅，咁就上晝9點到11點半啦，咁就係一個免費嘅活動，40個名額嚟嘅，咁就係一個參觀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紀念花園啦，會有專人導賞啦，認識本地嘅殯葬文化啦、紀念設施同埋環保殯葬嘅方式嘅。咁咧，如果有興趣咧，就可以打俾27029897同我哋嘅社工陳姑娘咧、陳雨珊姑娘或者周姑娘咧去到做聯絡嘅。好，咁呢個樂齡同行計劃咁就有3個活動，就8至10號俾大家去登記嘅，6月1到6月20。
好，咁8號活動咧就6月30號啦，星期二上晝10點到12點，要住喺將軍澳區嘅45歲或以上人士啦。咁就係用卷紙咧去到做一個方法俾大家放鬆自己嘅。咁我地點記住唔係喺大樓啦，喺明愛賽馬會照顧者資源及支援中心嗰度去到參加嘅。咁有興趣都可以去參加呢個活動啦。咁9號活動就係靜心茶療啦，咁就係去透過飲茶咧，去到細味練習練翻自己嘅味覺嘅品嚐咧，去到舒緩壓力嘅，同埋安靜自己嘅心嘅。咁就2026年7月15號、22、29同埋8月5號逢星期三上晝10點到12點啦。咁記住咧，呢個活動一定要參加晒4節咧先好參加嘅。好，咁10號活動咁就樂齡有理嘅義工培訓啦，咁就係會上一啲培訓課程啦，咁就係俾自己去認識有抑鬱風險嘅長者嘅。咁就由7月2號啦，去到8月21號上晝9點半到12點半，要經過社工篩選嘅。咁咧喺參加之前都一定要完成咗健康狀況問卷9啦，去到認識嘅。好，咁我哋會講一講我哋嘅班組活動啦。咁31號活動咧，31號嘅班組就係易筋經班啦，咁就以7月13號去到9月7號朝早嘅8點3到9點3啦。咁會員收25蚊，非會員收30蚊啦。咁就係去學習易筋經點樣去到令自己嘅身體柔軟度啦，同埋呼吸動作更加一致嘅。咁有咩問題可以問翻郭生啦。好，咁32號班組咁就係太極初班第2期啦，咁就係7月16號到9月17號逢星期4晏晝1點到2點啦，咁就有8個名額，咁就係會教楊式太極拳，會員就收100蚊，同非會員咧就收120蚊嘅。咁衣着嘅要求就一定要着鬆身嘅衣服同埋波鞋啦嚟參加嘅。咁33號班組咧，咁就係太極嘅進階班，就由7月13到9月14號啦，逢星期一晏晝1點到2點，有12個名額嘅。咁會員就收120蚊，非會員收140蚊。咁呢一個咧就會教大家楊式太極拳同埋啲深啲嘅動作嘅。好，咁34號班組咧，咁就係一個太極嘅精進班，即係比進階班更加資深嘅啦。咁就由7月16號到9月17號星期4晏晝2點到3點就收170蚊，同埋非會員收200蚊嘅。咁記住啦，呢個我哋會教楊式太極拳同太極線嘅，同埋一定要完成咗進階班同埋達到80%嘅出席率先可以參加嘅。好，咁二胡 A 班啦，咁就由7月7號啦，去到9月8號逢星期二嚟嘅，上晝10點半到11點9啦，咁就300蚊，同埋會員300蚊同345蚊，非會員就345蚊啦，已經包晒曲譜錢㗎啦。咁導師會因應個人嘅能力咧，去到教適當嘅科目咧，去令到大家咧更加中意以音樂去到治癒自己嘅。咁36號班組咧，咁就二胡 B 班啦，都係由7月7號去到9月8號，由11點9到1點嘅，咁就有會員300蚊啦，同非會員345蚊，都係包咗曲譜錢嘅。咁 C 班第2期就係逢星期六㗎啦，由6月27號去到8月29號啦，3點到4點3啦，咁都係300蚊會員啦，同345蚊啦，都係包晒曲譜錢嘅。咁咧呢個月嘅活動同埋班組都係咁多啦。咁我哋下次嘅月會咧都係7月6號上晝就9點半到10點半啦，下晝就2點半到3點半嘅。好，咁就係啦，咁今次咧就係6月嘅月會，網上月會就完結㗎啦。咁有咩問題咧都可以打翻嚟大樓咧，去到俾意見啦，或者去到提醒我哋嘅。好啦，咁我哋下個月再見啦，拜拜。